歡迎各位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今次呢一集啦，係嚟自衛報嘅報道。英國首相施紀賢就表示英國啦係唔會因為美國就住格陵蘭問題作出嘅關稅威脅啦，而向美方實施報復性嘅關稅㗎。咁佢強調啦，關稅戰對任何一方都冇好處。施紀賢重申格陵蘭嘅未來應該由當地嘅人民同埋丹麥自行決定，而英國係會支持呢一個原則㗎。施紀賢同時就強調英美喺防務同安全方面嘅合作係對英國係好重要㗎。咁主張透過冷靜對話去處理分歧，避免演變成貿易戰㗎。詳細嘅新聞內容，英國首相施紀賢就住美國關稅同埋格陵蘭問題作出最新回應。佢清楚咁表明英國係唔會因為美國嘅關稅威脅而向美方實施報復性嘅關稅㗎。施紀賢表示對美國加關稅只會傷害英國經濟，亦都係對任何人都冇益，形容呢一個做法係錯誤㗎。佢強調英國係更加希望同盟友之間係用冷靜同埋理性嘅方式去解決分歧㗎。呢一番說話係施紀賢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嘅威脅啦。特朗普表示可能會對北約嘅盟友徵收關稅，藉此向歐洲嘅國家施壓，要求佢哋喺格陵蘭嘅問題上面讓步。而施紀賢喺唐寧街召開緊急記者會嘅時候表示雖然特朗普言辭強硬但係佢就唔認為美國真係會考慮喺格陵蘭採取軍事行動。喺記者會上面佢表示佢相信呢一件事係可以解決嘅，而且係應該去透過冷靜嘅討論去解決添。施紀賢同時重申格陵蘭嘅未來即係能夠由格陵蘭嘅人民同埋丹麥王國就自行決定，呢一個權利係非常之根本嘅，而英國亦都會盡全力去支持。而喺回答記者嘅問題嘅時候施紀賢就多次提到美國同埋英國之間嘅合作喺多個關鍵嘅範疇上面都好重要，包括就係情報交流核武威懾能力同埋烏克蘭嘅局勢等等啦。施紀賢又表示英國唔可以因為分歧就否定晒同美國合作嘅價值，咁但係同時亦都唔代表咁樣係要假扮大家係冇不同嘅意見。施紀賢強調佢希望維持一段係強而有力、具建設性，亦都係以成果為目標嘅英美關係，因為防務同安全合作係完全符合英國國家利益。不過佢亦都直言用關稅去威脅盟友係一件完全錯誤嘅事。佢亦都再次表明英國係堅決咁樣反對任何吞併或者購買格陵蘭嘅建議㗎。咁佢亦同時都反對向歐洲嘅盟友去施加關稅嘅壓力形容呢個問題涉及國際合作最基本嘅信任同埋原則。施紀賢又透露佢日前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埋多位嘅歐洲同埋北約嘅領袖就講過電話，期間強調任何嘅解決方案都必須係建立喺夥伴關係、事實同埋互相尊重之上嘅。面對外界嘅質疑施紀賢就話佢而家最重要嘅目標係避免將英國捲入貿易戰，咁因為個後果會係非常之嚴重噶。不過佢亦都明白英國民眾對特朗普嘅言論非常之不滿。咁不過作為首相佢係有責任去表達英國嘅原則同埋價值噶。最後施紀賢就強調真正長久嘅同盟關係係建基於尊重而唔係壓力。而喺關稅同埋格陵蘭問題上邊英國已經清楚咁表明咗立場，亦都會繼續同美國直接溝通噶。咁我哋今集講到呢度先，多謝大家收睇或收聽，我哋下集再見，拜拜。